你今日想去邊啊？一句平凡對話，你知道對佢哋嚟講並不平凡嗎？我想嘆個下午茶，食個菠蘿油。我想出嚟見下班老友記啊！我好掛住佢哋。我想同大家一樣，想去邊就去邊。我想身體健康，等個孫仔帶我周圍去玩。每一個人都有無限個想做嘅事，但並非每人都可以隨心所想而行。我哋習以為常嘅出行，但對長者或出行不便人士嚟講，卻要面對好多無形嘅新心理障礙。怕唔認得路，怕麻煩到親友，怕跌倒，怕唔記得帶鎖匙，怕要揾廁所。長者失去嘅唔單止係幾段行程，而係社交連結，甚至出門嘅自信心。在一起認捐出行包，突破佢哋每個出行所想。認捐一程，改變一生。